因為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進行人行道改善工程，為了降低施工期間對周邊商圈影響，所以東區區公所結合在地果農、商圈店家以及企業的力量，對今仔開始到7月23特別推出限時好康，只要在中華東路兩邊對南胖購物中心到台南文化中心的店家消費，無限金額就有機會將規箱的在地酸葉抱回去。7月6號就是講咱的活動開跑的首日，大概有1000粒的酸葉吼，咱有33間的一個特約的廠商啦吼，去遐啦吼，因都有會使不限金額哦，攏會使換到一粒酸葉啦吼，一粒酸葉。啊，接下來第二個好康的就是講的咱的箱吼芒果箱。芒果箱的部分要來用抽獎的方式來送給咱的消費者。為了感謝這企業帶頭認購酸葉小田活動，副市長蔣林煌一一致敬感謝中，會中東區里長聯誼會嘛當場宣布加碼50箱，和整個酸葉獎項達到358箱。對此，市長吳英特嘛親自到場為活動宣傳，邀請民眾在西東區消費同時，買當支持台南果農甲地方商圈，創造農業、商業甲觀光三贏。種芒果也很辛苦，一會兒擔心太陽太大沒有水，一會兒擔心下雨下太多這個淹水啊，所以說這個部分哦，農民的辛苦以及種出這麼好吃的芒果，我們應該來給他支持。東區呢，我們施工期間交通有一點不便，但是也希望說大家都能夠互相體諒，工期到年底就可以完成了。公司表示，活動期間民眾到東區店家消費提發票起來是證明，得當掃描活動 QR code， 填寫資料上傳，取得抽獎資格。台南新聞管制採訪報道。